粵語有本字，彪哥話你知。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那西呢個詞係咁樣寫嘅，其中個那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YA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北宋集韻裏邊嘅解釋係那倚也，就係依靠咁解。而個西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SHAI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唐朝急就篇顏注裏邊嘅解釋係西所以去粗取細者也，蓋西亦可以用綠酒之糟取其清，所以那西原本係指釀酒過程中隔酒渣嘅工藝啊。由於呢個工藝係將粗嘅酒渣留喺西裏邊，所以呢後來就引申為做事馬虎咁解啦。嗱，日常我哋講你做嘢唔好咁那西好唔好啊？次次都要幫你執手尾嘅，就係呢一個那西啦。你哋學到未呢？關注點讚啊！